跟住落嚟收睇嘅係廣視新聞。奋鬥是青春最亮麗的底色。從軍讓人生別樣精彩。在這裡守衛壯美山河，在這裡搏擊萬里海疆，在這裡制勝藍天蒼穹，在這裡共享尊崇榮光。青春之舞，不負韶華。網羅廣州新聞，鏈接全網熱搜，掌握便民資訊，暢享生活指南。微信搜索關注廣州廣播電視台公眾號，全力關注，全程為街坊。廣州市機動車停放服務收費管理辦法9月1號開始正式實施，廣州多類停車場嘅收費標準將會下調。廣州音樂公園尋晚正式開園，係廣州首個365日都有音樂嘅常態化演藝陣地。新學期就嚟開始啦，家長同學生揸緊時間為開學做最後嘅準備。呢啲功能性嘅文具好受學生哥歡迎。歡迎收睇每晚6點半鐘播出嘅廣視新聞。你而家睇嘅係廣州廣播電視台綜合頻道，嚟睇新聞嘅詳細內容。廣州嘅停車收費將有變化。今日廣州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官網發布咗《廣州市機動車停放服務收費管理辦法》，通過對實行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管理停車場優化計費時間單位、下調收費標準、降低封頂價格、縮減停車收費時段等多項嘅舉措，減輕群眾停車支出，引導政府市場指導價、停車場合理定價。辦法將喺9月1號開始實施。梁敏儀報道。廣州市機動車停放服務收費管理辦法對實行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管理停車場收費標準適當下降，其中包括下調道路停車泊位收費標準。辦法縮減咗全天準停道路停車泊位收費時段，現行嘅計費時間係到晚上9點半，縮減之後到晚上8點就結束計費啦。自己翻到小區嗰啲都有陣時啊冇位停啊，因為冇買車位嘅話，你冇位停你好辛苦噶。你馬路邊如果係8點或者9點過後，你可以免費停嘅話，到朝頭早8點鐘7點零，我哋可以開一走，唔使收錢嘅最好啦。天氣咁肯定方便啦，晚黑停車起碼都減少啲壓力。位於先烈南路嘅呢一段道路停車泊位屬於重點區域全天準停泊位，呢一類泊位單次最高限價調低咗。工作日從328蚊下調至200蚊，非工作日從263蚊下調至182蚊。俾我哋停車嘅話，對於我哋經常出嚟嗰啲嘅方便好多啦嘛。對停車費嗰啲少啲啊，肯定好啲嘅。辦法縮短咗計費單位時長，由現行嘅半個鐘調整為15分鐘，並鼓勵停車場經營者設置時長更短嘅計費單位。實行政府指導價嘅社會公共公益性單位配套停車場24小時最高限價都進行咗下調，可以惠及前往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公辦學校、政府投資建設嘅博物館、圖書館等場所嘅市民。廣州電視記者梁敏儀報道。關於呢個話題，給我分鐘，交俾霍浩輝講下。給我1分鐘。
廣州市嘅小汽車保有量係不斷增加嘅，而市中心停車位嘅供應佢始終有限。呢種供需矛盾就令到停車難、停車貴一直難以緩解。近日，廣州出台機動車停放服務收費管理辦法，以及關於推進停車資源錯時共享利用嘅意見。從呢兩個文件，我哋可以睇出廣州市係着力於解決停車難、減輕群眾停車支出嘅一啲思路啊！嗱，首先就係下調嗰啲實行政府指導價嘅社會公共公益性嘅單位配套停車場嘅價格，比如半小時嘅計費單位縮到15分鐘，下調24小時嘅最高限價，就將能夠做嘅先做咗佢，然後大力盤活現有嘅停車場資源，增加公共停車位嘅供應，從而引導市場調節價停車場嘅定價。廣州準備推動機關事業單位停車場有序向社會開放，呢個係非常之令人期待嘅。點樣實施呢？有條件嘅可以先上，比如一啲圖書館、文化館以及啲路邊嘅國有單位嘅內部停車場，非工作日同埋夜間攞出嚟實行錯時共享。個意見係提出市交通運輸部門、各區政府要加大廣州泊車平台停車信息嘅開放共享。對此，我嘅理解係先將嗰啲可以向社會開放嘅機關事單位嘅停車位個數據共享咗呢個小程序上，咁樣個車主打開個手機一睇，附近有幾多共享停車位，一目了然啦。咁就增加咗供同需嘅匹配度。另一方面要等沉睡嘅停車位活起身、共享起身；另一方面要等數據信息跑起身，為百姓服務。增加咗停車嘅便利，增加咗平價車位嘅供應，就能夠積小勝為大勝。好，今日講到呢度。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訂草案而家已經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以將電動自行車喺非機動車道行駛嘅最高時速限制由現行嘅每小時15公里調整為20公里，進一步適配出行需求。陳思圖報導。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電動自行車喺非機動車道行駛嘅時候，最高時速唔可以超過每小時15公里。隨住城市道路條件改善同出行需求增長，草案已將行駛限速提高到每小時20公里。提升到20肯定好啊，快一點嘛。這個速度是可以的，也不算很快，差不多這個速度也要的。你太慢了，覺得有時候就覺得太慢反而堵，稍稍快一點了，人家走了就覺得好像大家都分散了一點。市民熟悉嘅電動自行車最高時速不得超過每小時25公里，係車輛設計嘅上限。2024年發布嘅新版國標《電動自行車安全技術規範》規定，超過呢個時速，電動機應當停止動力輸出。行駛限速從每小時15公里調整到20公里，同車輛設計最高時速仍然有差距。有騎手希望進一步提高限速，有啲就認為要考慮出行安全。感覺都一樣嘛，都5公里啊，沒多大的用數。那對我們來說，肯定快一點好一點。我這就是限過速的這個，我這是25的。車運行的時候，你能控制它嗎？你太快了，你控制不好，很容易摔跤的。好多送外賣的都摔過跤的，也不要提升太高。同時，草案明確規定，駕駛電動自行車不得有逆向行駛、超速行駛、違反交通信號通行同埋撥打或者接聽手持電話、睇視頻等行為。電動自行車嘅駕駛人同乘車人應當按照規定戴安全頭盔。主要是要講規則，剛才處罰力度一定要加大，特別是沒牌的高速逆行。廣州電視記者陳思圖嘅報導。位於廣東奧體中心南廣場嘅廣州音樂公園，尋晚正式開園啦，標誌住廣州首個365日都有音樂嘅常態化演藝陣地正式啟幕。馮永善報導。依託廣東佔全國80%以上嘅演藝設備產業優勢，呢座總面積達到10萬平方米嘅複合型空間，規劃咗體育公園、大型舞台、商業運營同多功能服務4大板塊。其中包含咗1萬平方米超大型舞台區，同埋3000平方米嘅副舞台帳篷區，具備承載5萬人以下大型演出嘅能力。開園當晚，現場迎嚟首批幾千名觀眾，灣區流行音樂夜同步唱響。曾比特、梁珊珊、黃志毅、林彩霞、赤野樂隊5組灣區音樂人輪番炸場。
以超過2個鐘嘅沉浸式演出點燃花城之夜。粵語搖滾、國風跨界多元風格依次呈現，沉浸式展現大灣區音樂新勢力嘅獨特魅力。台下觀眾跟住旋律哼唱律動，現場氛圍熱烈。好開心，作為東道主，見證今日係我哋廣州音樂公園嘅開幕，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屋企。好開心嘅今次嚟到廣州做呢個音樂節，亦都係覺得喺夏日啦，喺戶外啦，同大家有一種好熱血嘅感覺啊！我們現在所展示的聲光電的設備，在國內是處於領先水平的，而且它是不斷的迭代進化，而且這個迭代的進化，並不是因為歌手自己的演出投入，而是我們園區自身的投入，就已經包含了這個演藝設備的不斷更新。這個在全國的公園裡面是非常少有的。公園交通便利，地鐵4號線、21號線黃村站出口就可以到達，超過20個商家品牌同步進駐。吃喝玩樂一站式配套，呢啲係我同學啊，全部帶嚟玩㗎。我哋因為我哋見到好似咧好好玩咁樣，咪全部帶過嚟玩咯。嗱，一班人全部過嚟呢度玩，係啊，好熱鬧呢度，交通都好便利，因為喺一個市中心嗰度嘅咁樣。廣州音樂公園定位為粵港澳大灣區國際時尚文化地標，將會打造常態化365日演藝運營模式。後續仲將會推出國慶極 show 音樂節、跨年倒計時等系列活動，持續到2027年春節之前。未來公園仲將會聯動星海音樂學院、本地高校音樂院系，通過高校樂隊大賽、流行音樂創作大賽等方式，挖掘培育新生代音樂人。廣州電視記者馮永善嘅報導。荔灣區東沙片區嘅控制性詳細規劃近日通過咗審議，標誌住坐擁廣州中心城區唯一濱水內港灣嘅東沙國際貿易港進入建設加速期。徐卓軒報導。本次規劃範圍總面積15.6公頃，總計容建築面積約25.31萬平方米。未來項目可以承載水上通航、商務接待、文旅打卡等複合功能，成為珠江沿岸獨具辨識度嘅商貿港灣。同時，項目規劃一所45班9年制學校。中學好似唔係咁多喎，東沙。咁你呢度搞個中學咁啊，完善咗、齊全咗，對呢個地方都好啦。交通方面，規劃範圍附近有地鐵10號線東沙站，可以通達荔灣、海珠、越秀、天河4個區。旁邊仲緊鄰環城高速同埋東新高速，出行便利。咁喺未來呢度仲將計劃打造濱水碧道、休閒廣場、特色商業體等多元設施，大家喺市區範圍內有多個打卡點啦。起碼人哋周圍嚟啊，即係可以有個落腳點，有食有玩有得住。因為呢度係近江邊，我諗一般人如果係置業，即係如果居住嘅話，都會中意呢啲地方嘅。隨住東新片區規劃落地，白鵝潭濱江區域嘅發展建設穩步推進，即將加速崛起一座面向灣區嘅魅力濱水城。廣州電視記者徐卓軒報導。新姐，今日笑容滿面，有咩喜事啊？係啊，今日駕駛證年審，嘿，輕鬆過關。而家年審嘅手續簡單咗啦，咁梗係好容易過關啦。咁啊唔係喎，我哋上一年紀視力就差咗啦嘛，睇遠嘢睇近嘢都有少少蒙查查啦。有一次我睇電視，見到李修賢都係戴中德眼鏡嘅，佢睇遠嘢睇近嘢都唔知幾清楚，駕駛證年審咯喎，唔通又整翻副中德眼鏡？哎呀，點知戴咗呢副眼鏡之後啊，輕鬆過關。德國技術定製嘅中德眼鏡真係好多好處㗎。而家我揸車嗰陣睇遠嘢好清楚，睇儀表盤好清晰。陳姨啊，你都有老花眼㗎嘛？對自己好啲，整翻副中德眼鏡。中德眼鏡係真正嘅德國光學嘅技術，睇遠睇近唔使換眼鏡，老花鏡就選中德眼鏡。免費驗光預約電話0203890370，東莞莞城、廣州5區、佛山、珠海均有分店。胸悶、心慌，有陣時仲心口痛。我又係啊，經常頭暈，心臟好唔舒服啊。平時咧血壓高、血脂高，就驚心梗中風啊。心臟有症狀，千萬早重視，建議每日3袋丹參保心茶。丹參保心茶，心血管國藥茶，專門治療胸悶、心悸、心痛等症，榮獲國家發明專利。丹參保心茶疏通血管，保護心臟，可以通血管㗎。
仲可以保心防意外。丹參保心茶，早飲早受益。疏通血管，保護心臟，飲丹參保心茶。廣州市教育局發布咗廣州市義務教育學校起始年級均衡編班工作組織實施時間同結果查詢方式。各區現場均衡編班時間方面，越秀區、海珠區、荔灣區、天河區、白雲區、黃埔區、南沙區、從化區、增城區都係8月28號上晝嘅10點鐘。番禺區同花都區係8月29號上晝10點鐘。均衡編班結果查詢方式有2種，包括咗短信推送同系統查詢。其中短信推送係喺編班結果確定之後，系統將會通過短信將編班嘅信息發送到家長預留嘅手機號碼。家長亦可以通過廣州市義務教育學校起始年級均衡編班系統，選擇學生就讀學校所在行政區，輸入學生證件號、學生姓名同系統預留手機號，就可以查詢編班結果。亦可以登錄廣州市義務教育招生報名平台，喺首頁揾到均衡編班結果查詢入口，點擊鏈接即可跳轉到編班系統進行查詢。廣州市教育局表示，各區各學校都要同時執行家長查詢同校內公示。同時，小學中低年級唔允許分層走班，高年級分層走班要報區教育局審批。初一上半學期原則上唔走班。初一走班唔可以超過2個學科，學生層級需要動態調整，唔可以固化。原則上以1個學期或者半個學期為調整週期，嚴禁學校以任何形式施設變相重點班。廣州電視編輯報道。新學期好快就要開始啦，家長同學生揸緊時間為開學做最後嘅準備，一啲功能性嘅文具更加受到家長同學生嘅青睞。喺天河購書中心，從色彩豐富嘅書寫筆到款式多樣嘅筆袋、筆記簿，各類開學用品擺得滿滿當當。買啲文具啊、筆啊，跟住就主要係書包啦，想買個舒服啲嘅書包咯。鉛筆、橡皮擦。書包係唔少學生新學期嘅剛需，呢種護脊、防駝背等設計嘅功能型書包最受家長青睞。楊女士嘅仔今年準備上1年級。作為新生家長，佢喺選購之前已經做足功課。首先，我覺得是品質吧，然後呢，就是還是最關鍵，還是實用，給孩子一份期待吧。對，然後呢，希望能夠有一個很好的開始。一啲造型新奇嘅筆特別受學生歡迎，但係家長似乎就唔太買帳。我哋係揀而家有筆蓋嗰啲筆，因為而家好多都係嗰啲按鈕筆咧，老師上堂咧係怕佢哋會分心，所以咧就係即係網上已經好少呢啲有蓋嘅筆啦，所以我哋專登過嚟揀下。購書中心方面表示，進入8月下旬，文具嘅銷售額明顯增加，喺教輔書籍專區同樣迎嚟銷售高峰期。購書中心推出教輔滿3本打8折嘅優惠，吸引好多家長一站式備齊。呢幾日做一個準備預習，然後即係到開學嘅時候就學有餘力嗰時候就俾啲佢做啦，可能都做唔晒，都會挑一啲題嚟俾佢做啊。廣州電視記者嘅報道。查睇唔清啊！睇到啊，你眼鏡唔得嘅，我勸你配中德眼鏡，你硬係唔同意。以前我戴嗰啲老花鏡啊。做家務咧就硬係蒙查查，根本都睇唔清。自從聽到老公話去中德眼鏡，俾嗰啲專業老師同我驗完光，我先知啊！我隻眼原來咁多問題喎，又老花啦，又散光啦，唔怪得知咧。以前喺街邊買嗰啲眼鏡，硬係用極都唔啱用啦。而家戴咗中德眼鏡，睇遠又得，睇近又得，行街買衫、逛超市。睇路牌、睇標籤，特別係嗰啲說明書啊，一清二楚。如果有老花眼嘅咯，你嗱臨去中德驗隻眼，配翻副好眼鏡啦。德國科技近視老花，睇遠睇近，只需要一副老花鏡就選中德眼鏡。免費驗光預約電話0203890370，東莞莞城、廣州5區、佛山、珠海均有分店。
成墨千年廣州專題展火爆出圈，展覽當中有眾多嘅珍貴文物。今日我哋就借助數字動畫同 AI 生成技術，令到展覽上嘅西漢絲縷玉衣活起身，一齊了解下更多文物背後嘅故事。徐卓謙報道。大家好，我係西漢絲縷玉衣，我係南越文王嘅殮服，我由2291塊青玉組成，10個部件貼近墓主身形，以絲線連綴，紅絲帶固定。因此得名絲縷玉衣。我嘅軀幹使用唔少舊玉，因為下葬倉促趕製，作為國內唯一形製完備嘅漢代絲縷玉衣。我見證住2000年前南越王國嘅歲月。咁呢件用紅線同埋玉塊串連而成嘅玉衣，而家就喺廣州藝術博物院嘅成墨千年主題展中展出。正值放暑假，唔少家長都帶上小朋友嚟參觀。第一次見到用玉石織衣服的，對，很震驚。其實我哋中國嘅文化都好博大精深㗎啦，咁學多啲，以後對佢哋返學啊或者了解中國嘅文化都有一個幫助啦。1983年6月，絲縷玉衣喺越秀區象崗山上嘅漢墓被發現。發現嘅時候，玉片散落一地，絲織物已經腐朽。考古專家帶領團隊花費咗3年嘅時間先修復完畢。如今大家見到嘅玉片為原件，絲線同埋麻布係修復添置。由於出土嘅時候玉片裏嘅絲線殘跡為紅色，所以選用咗紅線修復。那南越王他為什麼用絲縷連綴起來呢？目前學術說法多種多樣。第一呢，有可能是當時嶺南地區絲織業較為發達，所以呢，他就採用了這種帶有嶺南地區特色的紅色絲線，將整件玉衣連綴起來。那還有一種說法呢，是當時趙末下葬較為倉促，所以就用這種紅色的絲線連綴起來。可以製造出如此精美嘅絲縷玉衣，再加上喺南越王墓發現嘅一系列絲織品，反映出當時廣州嘅繅絲同埋織造等嘅工藝達到相當高嘅水平啊！廣州電視記者徐卓謙報道。體育方面嘅消息交俾振宇講下。好嘅，唔該譚賢，咁多位。講開人才2026廣州黃埔國際網球公開賽喺9月13號開波。呢屆賽事全面升級，有69名選手報名參賽，包括咗中國選手吳奕炳、布雲趙克特等。譚賢報導。根據初步嘅報名情況嚟睇，有嚟自22個國家同地區嘅69名選手報名，包括咗 ATP 巡迴賽冠軍中國名將吳奕炳同新生代嘅布雲趙克特、中國香港選手黃澤林、2024年賽會冠軍奧康尼爾等選手。賽事為期8日，總獎金升級到17.7萬美元，佔男子單打同男子雙打2大競賽項目。而且今屆賽事全新推出一球制勝挑戰賽。因為一球制勝上年是沒有的，今年在賽前我們增加了這個環節，一是預熱，二也是可以讓更多的網球愛好者參與進來。就像它的名字一樣，一球決勝負，我覺得還是很刺激的，然後又加了一點小運氣。今年迎嚟第3屆黃埔國際網球公開賽，而家已經有吉祥物形象亮相，個名由大家嚟定。同步呢面向全社會公開徵集。吉祥物呢將活躍賽場的氛圍，拉近賽事與觀眾的距離。呢場 ATP 挑戰賽嘅門票已經正式開售，票價係9個9起。廣大嘅球迷可以通過月球人體育公眾號購票。廣州電視記者譚賢報道。北京世界人形機器人運動會100米賽道再次刷新紀錄嘅，機器飛人嘅新紀錄係8秒85。天囂隊呢一位睇唔出囂，甚至跑姿有啲翹，但係從體態睇的確跑得快，因為腳喺身前嘅。身邊嘅大雄、二雄、三雄開始跑得快，仲有幾分忍者疾風暴嘅內八字，不過佢哋等唔到好世界。天囂隊揚一揚手，最後25米過頭仲過埋線先，跑出8秒85。跑完之後4部機器人都累咗喺地，得三雄勉強企穩。囂囂變成咗笑笑啊，冒出咗一縷青煙，估計燒咗唔少零部件。不過佢嘅成績好好啊，唔單止刷新咗3日之前天卓隊跑出嘅100米紀錄9秒39，仲攜手大雄、三雄大踏步，將機器飛人嘅紀錄第一次擁入8秒時代。呢屆新增嘅項目乒乓單打冠軍嚟自北京大學志願研究院聯合戰隊，佢喺決賽嘅對手係香港大學 Smash 戰隊。紅帽嘅北大第一局贏11-0，第二局藍帽嘅港大多變嘅球路令到北大幾次單機。原來叻真係有樣睇過，睇下北大嘅額頭，唔係壽星公咁大嘅智慧狼，係閃緊燈啊！盡管港大嘅機器臂更加靈活，但係四肢發達啊，敵不過頭腦複雜。
每一步都喺北大嘅計算之中。帝國比分近咗啦，但係北大仍然贏11-7，2-0攞冠軍。嗱，奉勸一啲足球運動員啊，如果你哋再唔好好踢波嘅話，你個飯碗會俾機器人搶走咗噶啦。3-3足球賽呢個組別係由青少年團隊參加嘅，機器人喺比賽當中自主運行，唔可以用外部電源控制同埋任何形式嘅遠程腦。半決賽紅色波衫嘅15NK 對藍色波衫嘅天宮隊。天宮隊2號仔可以改名碧咸啦，佢2分鐘嘅中場都未過，笠門啊入埋添啊！喂，裁判犯規喎！裁判呢一個進攻得益俾得相當精妙，如果唔係就冇後續啦。天宮隊3個球員一齊攆落個波度，但係自己踢自己，越踢個波越近自己球門，3個人仲互相踢添。正當佢哋教練睇住個波停喺門前，以為可以鬆一啖氣嘅時候，天宮隊未放棄，選擇自隊，仲自隊2次。半場天宮隊落後2-4。喂，醒少少當幫手好冇？天宮隊下半場連插水都出埋啦，但係佢哋嘅智慧點硬係掂唔正啲正途上面。下半場佢哋輸到2-6，無緣決賽。廣州電視編輯報道。交俾譚燕啦。好嘅，唔該振宇。下邊嚟睇天氣預報。陽光福彩，造福社會。廣州福彩提醒你，接落嚟請關注天氣預報。德國技術近視老花一副搞掂，中德眼鏡提你收睇天氣預報。今日受到咗颱風外圍環流雲系影響，廣州雷雨頻密，多區發佈咗雷雨大風黃色預警信號。聽日天氣點樣？天氣先生話你知啊。聽日廣州各區都唔會出現灰霾。人體舒適度係3級，體感唔舒適。霉變指數係4級，物品容易發毛。紫外線輻射中等，最高指數係6。今晚到聽日，廣州多雲到陰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6-31度。後日有雷陣雨，大後日有中雷雨。預計未來24小時內，從化區嘅良口鎮、黃埔區嘅九佛街道、增城區嘅派潭鎮等區域發生地質災害嘅風險較高。聽日珠三角地區天氣依然唔穩定，仍然有雷雨出現，各位出門記得帶把遮。漁豐醬菜醬心全城，漁豐食品提醒你收睇天氣預報。北京多雲轉陰天，哈爾濱晴轉陣雨，長春晴轉多雲。瀋陽晴天，天津陰天，呼和浩特多雲轉小雨。烏魯木齊多雲，銀川小雨，西寧中雨。蘭州小雨，西安晴轉小雨，拉薩陣雨轉多雲。成都陣雨轉多雲，重慶多雲，貴陽多雲轉陣雨。昆明中雨轉陣雨，太原中雨轉小雨，石家莊大雨轉中雨。濟南小雨，鄭州陰天，合肥晴天。南京多雲，上海多雲轉小雨，武漢晴轉多雲。長沙小雨轉雷陣雨，南昌陰轉多雲，杭州晴轉小雨。福州多雲，台北多雲轉陰天，南寧中雨轉陣雨。海口多雲，香港同澳門都係大雨轉雷陣雨。澳雪小黃間洗髮水，感謝你收睇天氣預報。廣視新聞播送完啦，更多嘅資訊服務，敬請關注官方客戶端花城家。再會。城市蓬勃发展靠什么呢？顺畅的交通是发展基础。没错，市民有序出行，货运实惠高效等，都需要交通调查的数据支撑。广州市第4轮综合交通调查开始啦！9月7日至28日，重点开展居民出行调查。调查采用抽样方式，覆盖广州都市圈和广州市11个行政区。家里6周岁及以上的常住居民都是调查对象哦。执政调查员将入户走访，收集家庭个人日常出行信息。
放心，所有数据严格保密，只为记录真实出行需求。请居民朋友们积极配合本次出行调查，共建人人舒心、畅通高效的出行环境。有趣事想分享嚟有料。